各位網友，又係聖經科研習社同大家見面，我係何榮東 Tony Ho， 今次繼續同大家分享呢個題目創世記1章至11章，經文呢就係創世記6章3節，題目呢就係揭開120年之謎。呢段片呢就係呢個題目嘅第二段片嚟嘅。未進入主題之前呢，先同大家分享個人嘅信念。老日創造呢就呢個宇宙以至地球同埋其中萬物嘅真實歷史。咁所以亞當夏娃咧都係真實嘅歷史人物，一路嘅創造嘅關係咧，整個宇宙啦、地球啦、所有生物同埋人類同埋其中萬物嘅歷史咧，都啱啱大約係6000年嘅創造面貌，經過3次嘅事件係徹底改變嘅。第一就係始祖犯罪，神嘅宣判；第二就係挪亞洪水毀滅全地；第三就係巴別塔變亂口音，人類散居全地。咁會一一同大家分享嘅。創世記6章3節咧，呢一節咧其實係一個跨越洪水嘅預表嚟嘅。其實今日咧都仲未應驗嘅。咩時候聖靈會離開地上，離開人類咧？因為聖靈咧仍然喺地上係與人同在啊嘛。咁所以咧，有人認為咧，呢120年咧就唔能夠直接咁理解為年嘅，而係指個禧年，即係50年。禧年係喺聖經邊度解釋咧？就喺利未記25章10節嗰度。咁神咧就吩咐以色列人咧要將第50年定為聖年，咁就即是咧佢哋嘅禧年。如果按照利未記25章10節，每50年咧定為聖年，即係禧年。咁如果120個禧年咧，就係6000年啦。章3節嗰度咧就係話咧，人既屬乎血氣，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。然而他的年歲還可到120年。原文咧就喺呢度。咁首先咧 ，my spirit 咧就係呢個字啦。呢4個字母 my spirit。嗱，呢度咧英文譯做 his days 啊，咁中文譯做年歲啊。咁所以咧其實呢個 his days 咧應該就係日子啊，就唔係年歲，有少少分別嘅。呢度話佢哋日子咧就係120年。咁你睇下 my spirit 咧，咁就係呢4個字母啦。咁後面尾呢個咧喐咧，其實係一個 suffix 嚟嘅，即係字根、字尾啊，字尾唔係字根，字尾。咁呢個喐擺喺尾咧，就代表賣啦。Singular possessive 就係第一身嘅，所以就係賣啦。所以呢個 my spirit 咧就係咁樣譯，即係話呢個咧就係 my spirit， 呢個就係 spirit 啦。my spirit 咧個數值係224嘅，224咧就係2乘112。咁你112咧就係呢個係 Yud-Heh-Vav-Heh Elohim 呢兩個字加埋咧個數值就係112嘅，即係耶和華上帝啊，就係112嘅。所以呢個係個神嘅上帝嘅指紋嚟嘅，即係話咁啱計到112嘅，係神安排嘅。就咁得3個字母咧就係 spirit 啦。如果 the spirit 咧就加個希喺前面，就係 the spirit 啦。咁而家呢個原文咧就係 my spirit， 就加個喐喺後面嘅，就係 my spirit。咁呢3種寫法咧，其實都係 spirit 啦，都係 spirit。咁但係佢嘅數值就唔同啦，只係 my spirit 咧先係啱啱係2乘112嘅，即係話呢個希伯來文本身係好彈性嘅。咁有時就咁 spirit， 有時咧就 the spirit， 有時係 my spirit。
咁但係呢，今次呢度係要 MySpirit 咧，就要令到個數值係224啊，就係令到佢係2乘112，即係神嘅數值，上帝嘅子民。他啲日子咧就係120年，咁就係呢5個希伯來文字。咁120咧就係呢兩個字啊嘛，46加626就係672。672咧又係3乘224，又係有個224嘅。咁呢5個字加埋咧1120啊，咁就係5乘222。咁所以咧呢個 MySpirit 咧係224啊嘛。咁你會見到咧3個224喺度嘅，神嘅靈同埋佢嘅日子係120年咧，係緊密相連嘅，就係用呢個224咧連埋一齊嘅。咁呢224咧就係呢個 HCF 嚟㗎。嗱，3乘224就可以寫成6乘112啊，呢個寫成10乘112啊。咁112咧又係神嘅數字啦，即係耶和華上帝嗰個名字嘅數值嚟嘅。呢個112即係神嘅靈啦，即係佢呢個字就係 MySpirit，即係神嘅靈。112又係神嘅數值嚟嘅，就代表神嘅靈啊。咁呢個6乘112咧，就係神嘅靈喺人嘅日子，就係6乘112啊嘛。咁112係神嘅靈啊，咁6咧就係人喎，神喺第6日做人嘅。咁人咧亦都係一個 Vav， 嗰個 Vav 咧又係一個人嚟嘅。第6個字母就代表人嘅。神嘅靈咧就會與人同在咧，係120個禧年，即係6000年，就喺呢度隱藏咗喺呢度嘅。神嘅靈與人同在120年，而呢120年咧唔係我哋嘅日曆嗰個年嚟嘅，而係指禧年，咁就係6000年。原來有一個爭論咧，就係究竟禧年咧呢個循環啊係50年咧定係49年嘅？咁呢個 YouTube 呢個 channel 咧就係解釋呢樣嘢。點解會有呢個爭論咧？就喺利未記25章3至4節嗰度咧，就講即係每6年咧就佢哋要耕種啦，第7年咧就要讓個地咧係進入安息1年，即係話唔係嗰1年咧唔種地噶啦，就等個地咧自己有咩好咧就生出嚟，自己個葡萄樹、葡萄園亦都唔可以收剪嘅。等嗰1年咧就係個地咧嗰啲植物咧係自己生出嚟。咁樣7年一個循環咧，第7年就係個安息年。咁我哋睇到咧，經過7個安息年咧，就係49年啦。咁呢個就係利未記25章8節嗰度咧，係咁樣計嘅。7個安息年咧，就係49年。25章9至10節嗰度咧，就講話咧喺第50年咧就係定為聖年。嗱，1至49年咧就係7個循環嘅，7個循環嘅下1年咧就係第50年，嗰1年咧就定為聖年啦，就即係禧年。咁佢哋嘅計法咧就係咁嘅，個禧年咧就同下一個循環嘅第1年咧係重疊嘅，即係1年裏面咧就做2樣嘢，就係個禧年啦，慶祝個禧年，同埋咧係一個新嘅循環嘅第1年，就唔係49年之後就第50年，
咁呢一年禧年咧，而下一年先係下一年先係新嘅循環開始，唔係咁樣，而係嗰個禧年咧係同個新嘅循環嘅第一年咧係重疊嘅，就係咁啦。即係每一個循環咧，其實都係49年。咁個禧年咧就同新嘅一個循環嘅第一年重疊。咁呢個就係第二個循環，呢個第二個循環嘅禧年。呢個咧就係第三個循環嘅第一年。如此類推，即係每一個循環咧都係49年。咁所以咧個禧年就係黃色呢度啊，相隔咧一個禧年同另一個禧年之間個其實只係相隔49年，49年咁樣計落去嘅。禧年同下一個循環嘅首年重疊，咁每49年咧就有一個禧年啦。咁就點講啊？即係120年係120個禧年啊嘛。咁究竟禧年係49年定係50年咧？咁你可以計下嘅。如果120乘50咧，就係6000。但係120乘49咧，即係每一個循環咧就少咗一年。咁即係6000減翻120，就係5880年，明唔明啊？如果120個循環咧，就少咗120年啦。咁就唔係6000年。咁我睇下呢個120計出嚟嘅數值係672。咁經過分解咧，就係可以寫成咧係14乘48。有咩意義咧？14咧就係呢個 gold 金啊，金嘅數值就係14，就喺創世記24章22節嗰度咧就有呢個字嘅，佢嘅數值係14。跟住咧禧年咧 Jubilee 咧就係48，個數值係48嘅，就喺利未記25章10節嗰度就有呢個字嘅，個數值係48。咁所以672咧係14乘48，就係 Jubilee 啦，同埋咧 Gold。咁即係 Golden Jubilee 咧就係50年，因為金禧啊嘛，金禧就代表50年嘅。咁呢個120咧，其實就隱藏咗 Golden Jubilee， 即係個金禧。金禧就係50年嘅，就隱藏喺120嗰個數值裏面。因為神咧係用呢個方法講明咧，喺創世記6章3節講嗰個禧年咧係以50年去計嘅，唔係49年，係50年。咁但係呢個咧係神隱藏咗喺6章3節嘅一個方法。咁所以呢個上一段片就介紹過呢個網頁啦。咁佢就話咧，佢唔接受咧嗰120年係指120個禧年，佢唔接受呢樣嘢，因為咧佢認為咁樣講咧係冇任何聖經嘅基礎嘅。咁但係其實原來神係用咗超越人類智慧嘅方法咧，係將呢個6000年咧隱藏咗喺6章3節裏面，就係120個金禧，
即係50年，120乘50咧就係6000。所以人呢個人嘅日子，嗱呢個年歲咧，咁英文咧就譯做 days， 即係日子。佢嘅日子咧橫可到120年咧，其實呢個就係120禧年。咁就話咧，聖靈會同信徒同在咧，就係直至到幾時離開，就係就係120個禧年，即係6000年。咁喺咩時候離開地上咧？創世記1章2節嗰度咧，就係出現上帝的靈。原來咧，神嘅靈咧，就喺創世第一天咧，就嚟到地上啦，即係話喺水面上運行啊嘛，即係嚟到地上啦。咁就由嗰日開始計咧，就計6000年，就係聖靈咧離開地上嘅時候。咁聖經有冇提到聖靈會幾時離開地上咧？咁原來咧嗰個秘密咧就藏喺帖撒羅尼迦後書2章7節。咁呢度咧就話那不法的隱秘已經運作。咁呢個那不法的咧就應該指呢個敵基督啦。但而家有樣嘢咧阻住佢嘅，即係話而家聖靈喺呢個地上，就係但係呢個聖靈咧，那阻擋的被除去。咁呢個阻擋嘅就會終有一日咧係會被除去，咁令到呢個不法嘅就可以運作啦。咁就喺帖撒羅尼迦後書呢度咧有呢個注解，咁你有興趣揾下。咁呢個阻擋嘅咧被除去咧，原來呢個就係指聖靈唔再喺地上管理呢個阻擋嗰個不法嘅人。就喺度，咁當然呢個係神嘅安排啊。咁喺呢個影音使團咧有一個講座嘅，教會被提就係吳宣靈博士嘅講座，教會被提與敵基督出現。吳宣靈博士嘅一個講座，咁佢裏面咧就有解釋呢一節經文嘅。攔咗嘅就係嗰個聖靈，攔咗咩咧？就係撒旦嘅工作。咁聖靈被除去咧，嗰個不法的人咧必顯露出來。咁呢個不法的人咧就係指個敵基督嘅。咁聖靈被除去咧，就指即係聖靈咧離開地上啦。咁呢個帖撒羅尼迦前書，所謂帖撒羅尼迦後書2章呢度咧，就係講幾時咩時候聖靈會離開呢個地面。咁創世記1章2節嗰度咧就講聖靈運行在水面上啦。咁經過120個禧年，就即係6000年，就係帖撒羅尼迦後書2章6、7節所講嘅，那敵擋的被除去。呢個敵擋的咧就係指聖靈。咁呢中間咧就相隔6000年。嗱呢件事咧，即係話帖撒羅尼迦後書2章7節呢件事咧未發生㗎喎。呢個就當然發生咗，就喺創世第一日。咁呢個敵擋阻擋的呢個
restraining 咧，嗰個數值咧就係1776嘅。咁1776有咩意義咧？原來就係2乘888。咁888咧就係耶穌嘅數值。所以點解話呢個敵擋嘅係聖靈咧？咁原來咧就可以計到耶穌嘅數值隱藏喺呢度嘅，即係佢哋三位一體嘅神，所以就可以計到呢個耶穌嘅數值出嚟，即係代表呢個咧講緊嘅就係神佢自己。不過喺呢度咧就係神嘅靈啊，會離開呢個地上噶嘛，就指呢個字，呢個敵擋的。嗱，咁創世記1章3至4節咧，原來可以計到1776嘅1776。咁佢帖撒羅尼迦2章7節嗰度咧 ，restraining 嗰個字咧，又係1776喎。咁即係話呢度咧，由即係創世記1章3至4節，我哋由呢個1776去到帖撒羅尼迦後書2章7節，呢個1776咧之間咧就係120個禧年。即係神用呢個數值跨住咗呢6000年嘅。咁而家1776頭先講過啦，係2乘888啦，即係2乘888咧就耶穌嘅數值啊嘛。點解要計到耶穌嘅數值出嚟啊？因為耶穌講過，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。咁耶穌幾時喺呢個世上以光係做世上的光咧？原來就係創世最初嗰幾日，因為太陽啊、星星咧，即係啲發光體啦，就係第4日先被造噶嘛。咁即係前嗰3日嘅光係乜嘢嚟嘅咧？就係耶穌自己啊。咁就可以由呢個1776咧睇到嘅，因為個數值係888，就係耶穌自己。而耶穌話佢係世上的光，咁幾時發生咧？就係創世頭嗰3日，聖靈離開地上咧，就係人類歷史嘅終結啦。咁呢個就係6000年啦。咁咧第2節咧就完啦，即係呢個揭開120年之謎嘅第2段咧，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你喜歡個頻道咧，就請你訂閱、按讚同分享，多謝。下次再見，願創造之主與你同在，賜福與你，阿門。